三
见福建也喜闻，方法今年新时在，何来生奇妙无比消息来，我是一见动情深深。从此我长时写到试卷上，带着先生教员外，从此我在里梦里也高唱，初把面上当西台，并见你轻歌妙舞月梦，一颦一笑贴心万，不知我恭恭敬敬到此相姑娘，诚心呀你把四拜，君王姑娘，那公子，你都关心了吧？我是死了这条心，委屈好好到你的书吧。我不委屈，难道是一直待在这里？对，一直待到君王姑娘答应，他这一天不答应你，我就等他一天整，西方子杀猪去追，我马一天紧跟其后，你这是脸皮头死去打来。我这是精神所至，经常未开，我是在此受等了。哇，还有这样的人！哎呀，军法姐姐，你都听见了吗？还是出来见他一见嘛。君王姑娘，哎呀，君王姑娘，师母，马来，是我，哪个是你师傅？你这好比他花脸长相的，怎么讲？不得如你。公子，你想有演戏，我看有3个不是。哪3个不是？请问这其一，你且听了。常言道，台上风光1分钟，台下苦练3年功。你今年有成团家子，平日里不如混得好轻松，堂上有你来请苦。好比是铁走的门的，怎么讲？谁有牙齿肯风红？这话的意思。不，在什么他吩咐家保我脸，恰逢爱万起特归难保天，我也等原谅师傅此疏通，我眼睁上进断不无你脸，为此爱我愿随尽天下处，好比是王爷考察，怎么讲？我自讨苦切无缘
言啊！姑娘，请问这几何？莲花不是送，嬉笑怒骂同是送。我将你常常写下心当凉。好比是小拇指比他疼，左讲你是才草等多一道理不理。我以为上天为我平风，成果早无与启动，更何况本是天生凡夫脸，为啥我必定发得下公公？苍天不配与心好比是哑巴吃汤圆，怎么讲？我怕一天心里是姑娘，请问这几三营？这几三嘛，天下国内各行三等洛阳都所为上。演戏嘛，冲贼丈夫四海为家，困上连山娘子别歇。你放在身上人不足，偏来做这卑微下体营生，分明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通啊！姑娘此言长言，天下各业各行各有所长，读书不然能出才子，演戏也能名扬四方。像姑娘这样的孤单快手，无力反对，深深仰慕，个个夸奖。也希望你就是天下第一，长远之地。倘若用我像姑娘用你，这真是我马一天三分之大心意。姑娘，你就让我叫你一声是无吧。君夫姐姐，你就答应他嘛。这样吧，这是一本章记，里面有我成语戏班所有戏文啊！这么多戏文，3天之内尚能统统所记，你我再奏纪念啊！3天就统统所记，倘是不能，也且免谈。此话当真，就非戏也。好，一言为定，3天之后你我再见。到此。
来思来，自情自性思少情。记得东西西办的李永祥吗？怎么不记得？前个月我们外几百几没了你。昨天他们在东门新寺庙旁对演戏，晚上惨死了。新寺庙走街荡荡，一国人比肩参与，刻骨不恨。同乡终于竟被他我长听谁洒泪下的地血。要看着我上出去看我呀！当年是人生之本，眼神北有靠山才进城，众说是一张堂子，高上堂子怕是谁中有难道红袖妹妹就死了不成？晚上我还要再去投进戏班，大家一起商议，一定要想个办法逃过公堂。弟弟，我也要去。哎呀，你不要再添乱了，快让我接我去吧。弟弟。
姑娘可以请到，姑娘已请到，今朝天下少，公子实在高，眼里好。既然好，为万不快请他进来。公子不好啊，怎么也不好了？戏子清净府，从来没遇过，老爷啥知道当屁股？哎呦！来，至于我做主，快请军方姑娘，哎呀，进来。军方姑娘，请进。军方姑娘，快请进。军方姑娘，快请坐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公子有言戏，此前4星期我来催眠呢，叫我哎呦，你就好，快走。公子，难道你还要背点子不成？军方姑娘，一天有礼了，万里。公子3天前宁武也好，那葬体里的戏文。对，那是戏文，为朕姑娘之命，本本所记于心。本所记于心，好他的口气！好多人做了3年5年戏，也不管是这娃人。我最关上，像我是与神陈神动，歌我不报。喏，这小小一本账记嘛，现在全在我这脑袋里了。我瞧不行，此次请姑娘考我一考。好。
公子口谈什么？后来隐隐生心
陶真玉、王奎、金彩金，这些都是什么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几年温州地方得传出了一样新鲜的东西，叫做什么西门。我以为不过是下里巴人菩萨游戏而已，不料男女老少如此之迷。前些日子听人说，我儿一天也常去看西门，还闹出了试卷上写常识的笑话，我倒秉正才意。如今看来，恰是他亦不得，他亦不得呀！家园，来，快去找找公子。弟弟，你为父来了。他是何人？他是陈国戏班的王君芳。戏班见过唐僧。哼，戏子怎么到我府上来了？弟弟，是孩儿特意请他来的。请他来做什么？这讲什么项目？孩儿请他来做事务，跟他约戏门。什么？你要约戏门？真岂有此理！那戏门佛王见你于心，你却做事不君忙，于家于国无他用，除非不能他也弟弟，戏门里如今与你同行，他余生余生，耳目上人文人物，故事多，人前人爱奇夸奖。曾经此文的不同，花园如戏配花场。遇到这3年雨花分怀乡，放弃戏门比心忙。你错是进去去下驴，才是不能让不好。姑娘你是房前妓女，我就要请来府中把事务当。我马下全关于名望，岂用你变作门人过面啊！你先好好听着，从今后一不准出门，二不准困醒，三不准与瓦生来往。弟弟，这才叫托死，才叫托死，才叫托死。桂儿，马上把公子带到麦子王，好好管管。快快去！老爷有礼，开门吧，这老姑娘就放不下。大人，这事请不要责怪公子。那就要责怪你了。你一个年轻女子，抛头露面，招摇过市，今日竟算到我府中，难道令与非非之相异想天开吗？大人，你也太小看小女子我了。虽说我家境贫寒，却懂世人世爱，世人美生各有安排，余生周一做下，余生卖粮卖菜，我是周夕卖米，周别天涯。也不偷，还不抢，40起列堂堂正正，请问
你尽管典藏于我，这完了得！你见我听操，回去告诉你们班子，你们戏班今天立即离开文镇。离开文镇，你这堂堂3级女生，抵挡严惩不赔！快去！天下之大，绝不行为我们连尊子弟，我们走。看着，好昂的口气！从今儿不准你再见我儿子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进去，不进。一言为停。一言为停。你滚发誓！你好，此非曾能杀赢千里，上天杀地，若的引贼翻江倒海，非则绝不再见你儿子。告辞。
我不去。我去要去。夫人今天回来了。啊！母亲去探望舅舅，是要关过哟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哎呀，麻烦了！哎呀，麻烦了！母亲虽然平时对我就好，脾气可是十分厉害，连弟弟都怕他3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是好啊！哥啊，公子，饭菜可万事热的，你要吃完了？唉，想想也没办法，只好听弟弟的话，十月好好读书了。哥儿，来，吃饭。吃完。好香的酒啊！哎，哥儿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来，对面坐下。不，对面坐下。不，对面坐下。哥儿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跟着我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公子太客气，个人受不起，只好追起酒。下去。来，哥儿，来，好自分上，再来一杯。哎，来，哥儿，来，今天尽兴，来，一再放血，来，一再放血。不，我醉了。哥儿，此事不对，更待后事。想想当官的儿子也难，整天要制约他月的年事，连希望也不准快。唉，黑玉带路，不好，夫人来了。
醒嘞？谁呀？对呀，怎么是你？公子，公子，一天，公子，一天，公子。哎呀，这遇上死了。孩儿禀告堂衙役在四方，少凡归来时，从前喜台上啊，公子你把就有喜去了。他当对孩夫人，老爷叫你快快公子，你瞧快快进去一脸，嘿嘿，放过了公子，你夫人小人白死，等着你算账，我。我正欲邀请公务，国玩不大，公务倒也多。想不到知府大人如此胆小，派人劝我息事宁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谁说世人是个唱戏的，总也该有个是非出才嘛！哎呀，做你呀，做你！既然我们家里扯的马房子，怎么都跟唱戏房的有关系呢？又出什么事了？你看。这个不孝之子，尽管如此，胆大妄为。我不管他胆大不胆大，谁问一句话，怎么怕？想他都是一人，举目无亲，身无妒忌，四方飘零。是他。请我来了，不怪你怪罪，你若不把他关在屋里，他也不会跑。你看我子，你玩我孩子。让他混不下去，我他派人释放行走。好多地方，红虫一场，快快！岁月匆匆，过年。
完好完好，是昏过去了。哎，遇到是举上一名，身上7级眉头，等我背他回去吧。宝贝呀，刚刚昏朝雪地，是我背他回来的。刚刚关了他一位讲堂啊，让他歇歇吧。哎呀，好想离去。哎，等一等，老规矩，先猜猜我打来的是什么菜？猜中了有钱，这难不到我体能着。上回那个文身上是样，最终遇了巧遇他，这等着一笔下去可以算，万一我披破身上的皮夹。希望今天因我姗姗来迟，我们老家已成他新闻了。什么新闻？文贼副同志马不中出杀到京城，被国家斩决。这恰为何？这还不清楚，因为自荐玉官，正是这脱离玉官，听国衙里彭御史，这位马同志凭身负为政恰十分正直，此次真要年半终结为死去的李鸿祥声援。故而三老为罪之父朝中权贵遭此而遇，真是口碑啊可叹，可叹啊可恨，可恨啊可杀！来来，下去下去下去！来，请。这是什么世道？有生小子不效率，女里无权怕谁瞧？领须怕马往上升，唱你这一条下去。好一手当有事，我来和你说。有人孝顺不孝恶，为人衰良受气多，做的是有人怕，引人吃亏相谁输？你我一见草民，恐怕几句牢骚与有用。死也罢，女也罢，好吧，好吧，算也罢，恶也罢，谁罢，谁罢，对，谁罢，谁罢。小兄弟，你可醒来了？也在身子，我丧失了。实在不过是受了一点风啊！就快大哥相聚，小弟欢喜不起。虚岁之劳，我做寡妇，听小弟可应相是。小弟乃是万罪损失，老是忘记你。东西了，
喝酒算什么？我们反正就为玉桂酒，见面就喝酒，不喝就随罚。不喝就要罚。我是三位大哥，死无王法。hai位兄弟，快点去质问他冰冰，都是你马赛金赚不少，不是把他猜猜我们三个人是谁，可好？好啊，小兄弟听着。我是小弟来他个大家心里我为谁个有的大哥心好，两个小人风走雨，一见都快得这个皮啊，大哥大名可是草皮呀！我不要你猜谜，要你猜猜我的马啥东西。定了，我骂的这东西呀。相识，不是你为我到此，欲为如此模样。是啊，诸位大哥，一言难尽啊。
到一家门，飘泊在行走四方，为那人我从几多披甲半好不几多与西藏，为那人几风大业普通子，几山路也平怪不得见了你如此面弱，原来是曹金喜啊！赵大哥，你们怎么会知道小弟我呀？外外门里都去子，关键戏子丢儿子，外外老子当戏子，未必更理谁不知？你们可知道王君芳的下落？我同他父亲自问语，昨日还在西湖龙井看他演戏呢。赵大哥，您夸真外面他是本会天色已晚，是何去？对，大小身份是何去的？大哥，你们可知道王君芳她身子可好？精神可好？嗓音可好？他一切都好，可是你弟弟马发中大人就不谈。我弟弟他怎么了？跟他背快讲三我们也是刚刚去世。这件事我也曾听说过，真是才干万事，天下之大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失礼的地方吗？到哪里去说你强？铁军防府，你说这8年他们一边演戏一边高唱，去之无用。我在此处之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军中权贵与一水杀铁，云我这下百姓虽然心中不平，可惜人的眼前势单力薄，无法将他公之于众啊！公之于众，这公之于众嘛，我有办法了。我有办法了！什么办法？这个办法一定可行，不过先要做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找到陈我戏班和王君芳。为什么？前期不可泄露，倒是私有分解啊！
戏班苦在此地，他们在无求龙王，只在那边练功呢。可有看到公子？公子没看到，正被西门的人看到了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啊，原来是你呀，马大生。黄姑娘，小玉，巧玉，不知大臣来此何事？我是来看西府奉亲的女儿，对不？老爷说的对，西吴风景美，就是雪山嘴，嘎嘎的。大喜观美景，大臣我都好开心啊！你们在此也过得蛮开心嘛？背井离乡，真不开心。这还要多谢大臣，不是大臣管我们出温州，我们还有这么开心吗？行，昆颜先生死了，你们与光国相府甩手不管。喂，小丫头，不要乱说话！你可知道我家老爷？休要多言。老爷，为了他们，你都官降三级了。他们玩，此事他们不知，替他作证，我们回去吧。老爷，公子在不在？我搞不清楚呢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不行，老爷，你别管，快我的。小丫头，我明天不说坏话。今天我们来是事与要事，我来问你们可看到我家公子？你家公子？难道你家老爷忘了？此非曾能杀银千里，上天杀地，落地引罪，翻江倒海，虽则绝不再见他的。话是这么说过，可什么？你家公子不是被你家老爷关在家里？第一是读书，第二是读书，第三还是读书吗？都是什么事啊？过年之前，他就到出家门约你演戏去了。约你演戏去了？对，公子找媳妇，你测试谁选？不要将他藏。快说！呸！在我太府里，尽管乱猜疑，不过搭上去放屁！你好了，我们也没有杀他，一定在此。王姑娘，万一他来了，就请你告诉他一句话：我与他母亲都已年过半百，想他呢。他母亲想他，若现晚心口发痛，生了一场大病。惭愧，告辞。老爷，这个姐姐，马公子他，咱们快去看看我弟弟母亲起来了没有？
就个的玩官场做事，我必此中多情绪。曹大哥，来，曹大哥，哎呦，曹大哥，王兄，王兄，哦，赵老弟，怎么那里去听？你们三姑怎么来了？莫非今天又来看戏？看戏？我们只要来看一场戏。对，为你场好戏呢。王兄，我还给你带来一个客人，来，接过王班子。接过班主，我想来趁我是办演戏，根据班主恩赠。你要来演戏？你是？我曾办理二位事，我叫马一天。马一天。曹彪，到！莫非他却是问罪马东子的儿子？王兄，你们该是有点老交情了。你还好意思来见我？是呀，我们戏班全是被你弟弟扫地出门的。两位老人家不要生气，我弟弟多余的在我这里替他赔礼了。王兄，老子的长官老子说，你子有没有千里之长啊？摆起面孔对客人，可不是你王兄想来的待客之道啊！那好，须当我方才什么也没有说，至于今我戏班演戏之事，两不是免谈。等一等，王兄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生马同志的气，能不生气吗？管我们离开文罪不赦，他们玩偏袒周节，不为留下深冤。这你就冤枉马同志了，他是想你办主角的。告诉你，为制造替他玩管家三绝，管家三绝。师傅就慢慢跟你说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你不可以马小弟说话，那就让他去救救你家女儿吧。不，
那等不起！哎，王嫂，劝劝你老公，再给我们一个面子吧。好吧，那要看军方愿不愿意。你放心，女儿不会践踏的，我去跟他生。王兄，我们也别喊他，也别说话，来，去，哎呀，来，麻辣的，接着这节目他要听你自己的造化嘞。军方姑娘，马公子，陈梅姑娘，高正是你，马公子，你到此家门让你演戏，我都知道了。今晚上戏之后，我带你去见军方姐姐。我终于能跟你说话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你在路上，我还知道你在听我说话。自从那日花园一变，已经整整多年了。在这1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我天天要戏，也天天想你。在我的心里，你谁是戏，戏谁是你。我想是想你，想你想戏，总是想得刻骨铭心，上文十判。此秘密匆匆点点
姑娘何时迎风富贵开？也不忘张生西厢人儿也同在朦胧月下
命中定，我要与命运来抗争，责任我世事终难做人缘，我要把欢笑堂里我心，军法军法你何必端坐小楼上，下楼来洗手点亮心中面前发过誓，此非曾能杀赢千里上天杀地，若得引罪翻江倒海，否则永不与你见面的。怎能杀赢千里上天杀地，若得引罪翻江倒海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。公子，你走吧，你万事快走吧。你说的这些事，别人做不到，可我们演戏的人却能做得到。来呀！明月照我
君帮忙，我对你一往情深，一往情深。必须讲马进强，马进强吧，马进强，马进强，我愿意奉到当家当家，六次马将，好像这样趁势，自尽力不胜转，引得杜鹃纷纷逍遥法外。我想把这金天元儿变成戏文，演遍天下。好办法，让天下的百姓都知道。哦呦，宋天明呀，与我们三人恩道。好，戏里的红香妹妹，我来演，对，我也要演，我们也要演。红香妹妹，我们为你演戏生冤来了，演戏生冤啊！想来想去，我还是不去看戏为好。哎，要去的。昨天我已经去看过，真是好看啊！我眼泪差不多流了一3缸呢。啊，今天你去，保证也会看。那戏是假的，我哪会当真？不信我们当督彩云，你来作证，看看老爷愉不愉快？好。夫人，我还真的不能去看。那陈儿戏班是被我观察问州，今日恰来看他们的戏，尚被认出，那不是太失面子了。哎呦，现在你都官降3级了，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？啊，你为祖籍一案花了多少力气，与谁知道？现在这出戏一演，马上家喻户晓，听说老百姓还领命向朝廷交完演诗，说不定这演戏能引出大名堂来了呢。异想天开，那不过是一场儿戏。儿戏不儿戏，只要成天意。我问过菩萨的，菩萨说我们家今日就要时来运转，还会上戏临门呢。去，快戏去！哎，快走！老爷。马同志夫妇，好，
正在哪里？他们多多算算的，可是乱不过我。好，也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西文。西文是什么？哎，我想今天可能是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他们物质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？今天说不定是山穷水尽西为路，内外化命父子和你。陈妹，多累一点，等戏散了，看看他们的统计。好，我去告诉马大贵军方几句。时辰不早，告诉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戏演好。好，开演喽！残溪轩望，两鬓小女，试看今天戏文，迎风竹节那手采花，红绡相对自原文。各位宽弟，欲将之兵怕路城里，今日欲有生，名叫朱钱，不好好言我送进，正这里扎局合局，预料女神。
怎么这就演完了？你呀，刚才不要快，现在语言少。喏，你也哭了？没有。彩云，老爷哭了没有？说话。夫人，老爷哭了，我说过一共流了3次泪呢。老爷，你输了。老爷，出了何事？其实大其实不要问来人生，朝廷来了本事，神一名。哎呀，吃东西去了。这有命令，此战左去。外甥，老爷马上要关回园子了。还去见证安全。小爷也恭喜老爷。真是大喜事啊！老爷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这演戏确实能演出大名堂来了呢。难以置信，难以置信啊！想不到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，一出戏文恰同我做到了。这戏文好，真好，太好了！老爷，什么好呢？没有，你说了是戏文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这呀，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为什么把面孔遮住呢？啊，他上风受凉，上风受凉。对，上风受凉，上风受凉好，了。去写去吧。马大人，这下有理了。好，哦，这位乡弟是夫人。对，正是姐呢。想不到两位也来看戏了，冒昧，实在有点冒昧。马大人是哪里来？看戏生本是我演戏人的衣食父母，请万请不到你。不知大人看了这本戏有何感想？哎呀，夫人万事有点。哎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难为情的？去，走啊，说什么？王班子，当初将要你们离开温州，都与不公反清奸了。哦，万里，过去之事替他作声。再说我们不是已经又回来演戏了吗？是啊，你们这位演的戏可算是立了大功劳呢。什么大功劳？方才我接到禀报，早定文师下达，要出战做去了。出战做去，太好了！红小妹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在天子令听到了吗？你天大的要求，真想得到圣上了。究竟之心，
接喜闻的马君相。马大人，你见多识广，我这话说得可对？对呀，言戏言戏，先要语戏，结本结本，一结自本。上无此人编写戏文，姑娘才艺最高，也是巧无难为，妩媚之炊。那马君相真的该算头功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那马君相究竟是何等成为你？说起他嘛，你们听了。好比官在天上乘，恰与进去几时醒？好比花桂美当花，恰是流不son成。好比高子龙王庙，恰是苍天也有其配只为戏本身，插手不完是佛经。其实想想世界有爱心里书写戏文，梦的神话尽人水，传承是比长知识比长生，比长生，比长君芳姑娘，听你口气，对他十分敬慕啊！说句笑话，我猜你们两人郎才女貌，真是天生的一对你。夫人猜得不错，只是我们两个的事，他的父亲不肯答应。啥？此次难得机会，怎会不答应？我看那个老头子啊，实在是个老糊涂了啊！老爷，你说你是糊涂了。王凡子，那马君相是哪里人士？老爷夫人，他是我们文州同乡，玉九郎啊，都喜能呐！哎呀，巧极了，他姓马，你也姓马，都是本地人，算不定还是冤枉亲戚呢。王凡子，可否请马君相出来一见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金强，快出来！见过老爷夫人，见过老爷夫人。夫人，现在又不是演戏，他怎么还戴着面罩？他这样做总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他是个奇人，总有点稀奇古怪的。马君相，方才大家都在夸奖你这足节戏文变得好啊！怎么，老爷你也觉得变得好吗？确实是好，可有人说不好。他是何人？我的爹爹，他怎么说你？老爷夫人，我爹爹他说呀，那戏文愈加愈高，如堂中出地不等大雅堂，真经是问你不懂，才知不当王子当。我瓦家就是专营于民望，岂有你铁路门庭做庙堂。女大，你这个弟弟怎么这样说话？方才已经听说不让你跟君芳姑娘好，现在又不让你演戏，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个老糊涂。老爷，他们笑什么？你这个老太婆，你才是真糊涂女！马一天，一天在哪里？一天在哪里？一天在哪里呀？母亲，父亲，这一年里，为娘想你想得好苦。
来是王道去了，趁着大家都在，希望你有什么遇什么，不是写成序章，他们二人拜当人情，恐怕话说。我还拜当人情。